想分享一個有趣嘅個案故事啦，係一位大學生嚟嘅，咁佢自細咧就已經有選擇嘅困難噶咯。佢同我分享，當需要佢選擇嘅時候咧，佢就好難作出決定。即使係去到一啲餐廳揀食物啦，或者係大學嘅選修科啦，佢都係搖擺不定，唔清楚自己應該點樣去做。當喺一啲選擇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就覺得自己好困難，因為佢有好多嘅思緒喺佢嘅腦海裏邊出現啦。當療癒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佢原來係一個雙生靈魂嚟嘅喎。嗱，雙生靈魂咧，其實係一個完整嘅靈魂嚟嘅，只不過大部分人嘅身體咧係未必承載到咁多嘅能量。然而呢位年輕人嘅雙生靈魂咧，就希望可以一齊去體驗今次嘅轉世喎，因為佢哋想體驗唔同嘅嘢啦，咁所以喺呢一位年輕人嘅腦海中咧，就成日有唔同嘅聲音出現咯，而令到佢面對一啲佢需要選擇決定嘅嘢嘅時候咧，就比較困難咯。由於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嘅意志啦，所以喺呢一啲情況之下咧，其實佢可以根據佢嘅選擇，去選擇邊一位可以留低嚟陪佢一齊體驗呢個世界，然後發出自己嘅個人意願，留低一位陪住你繼續成長，而另一位呢，就繼續去其他嘅靈魂旅程啦。